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嘉黃老師。今日咧，我哋咧都係一個叫做金魚啊，古語今時嘅系列喎。咁咧，我知道咧，而家咧就打緊香港咧，淨係打緊10號風波，應該落波咯喎。希望咧快啲咧落咗波之後咧，大家咧一齊如舊，生活安好啊。咁啊，祝願咧大家都平平安安。今日咧就想由呢個柴灣觀浪家庭三人墮海事件咧，就談到呢一句古語，叫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嘅意思同埋應用啦。好啦，咁啊先講翻一件好大家都關注嘅事件啦。超強嘅颱風叫做華加莎，襲港，一家四口咧喺呢個禮拜二已經咧喺下午掛起8號風球嘅期間咧，喺柴灣嘉業街咧，俾一個咧我哋嘅防波堤喺度睇浪喎，觀浪喎。38歲李姓嘅母親咧，同埋5歲嘅仔啊，俾大浪捲走。而40歲殷姓父親咧跳海，喂救人啊！好彩三人都獲救，得到兩個好心嘅漁民獲救啦，就送往咗東區醫院啦。留醫2日之後咧，母子兩人咧由危殆轉為嚴重，父親咧亦都由嚴重轉為穩定喎。好啦。咁呢度咧，呢件事情咧，其實細節就係咧，大約3點25分咧，一家四口就喺仁孚港島汽車中心對外嗰個所謂嘅防波堤觀浪喎。38歲姓李嘅母親咧，同5歲嘅仔啊，俾大浪捲走啊。咁啊，姓殷嘅父親就跳海去救人。呢個咧好彩由船家趕到，消防咧都好落力咧挽救咗佢哋咧，就送往東區搶救啦。兩個母子兩人昏迷啦，咁啊唯獨咧，睇住觀浪一同觀浪嘅9歲嘅兒女咧，個女兒咧就冇事喎，都係不幸中嘅大幸啦。好啦，咁呢件事之後咧，警方同消防咧就呼籲市民咧唔好進行一啲追風造浪嘅行為啊！如果唔係咧，好容易咧，即係嗰啲咧就除咗會危害自身安全咧，亦都危害咗救援人員嘅安全喎。所以咧，佢都話啦，如果仲有啲市民唔聽勸喻，唔返回安全嘅位置咧，警方甚至會採取行動添。好啦，有一件事咧令我咧諗起一句嘅古語啦，叫做君子不立危牆之下。咁呢句話咧就出喺孟子盡心篇喎。孟子係咁講噶：莫非命也，信受其政，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，盡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；疾谷死者，非正命也。咁意思點解咧？孟子話每一樣嘢咧都唔係天命決定嘅。不過咧，天命都有所謂正命嘅喎，順從天命咧，接受佢係正常你應有嘅命運喎。咁懂天命嘅人咧，就唔會咧站喺危牆之下啦，盡力行道，即係守正道而死，就係正常嘅命運。犯罪受刑啊，呢啲而死咧就係唔正常嘅命運啦。咁啊，所以後來就演變咗為君子不立危牆之下。大家睇左手邊咧，就應如解釋添噃。好啦。嗱，到今日我哋點樣應用咧？今日我哋都應該咧擁有呢種咧叫做風險安全意識嘅噃，唔好咧就喺會倒嘅危牆下邊。你諗下，一旦牆倒之後，自己非死即傷啊！更加重要嘅就係認識到預計到咧牆會倒呢個危險因素，予以規避咧，以策安全咧，先至係一個咧合理嘅做法。好啦。咁用翻我哋而家嘅即係金魚啊，即係而家嘅呢件事做一個嘅例子啊。颱風來襲咧，其實大家理應就好似危牆咁避之則吉啊嘛，唔應該貪圖刺激咧，罔顧自己安全嘅喎。呢次意外咧，9歲嘅細路呢個小女孩咧，目睹佢嘅媽媽同弟弟，哇！俾浪捲走，我真係險死還生。即使係咁啊，心靈都會留下好大嘅創傷嘅噃。佢哋一家有驚無險，實在非常之幸運，希望都能夠引為警惕啦。下次就唔好再以身犯險啦。咁呢種行為咧，其實唔單止會令到自己危險喎，就算救援者都會有身陷險境嘅。喺香港咧，曾經發生咗好多次啦。有啲人咧為咗去即係貪圖一啲嘅刺激啦，去急流啊，係嘛？打風嘅時候去急流嗰度啊。或者咧又會咧去到即係咧去斷崖嗰度啦。咁其實咧有時候咧不但自己危險啊，往往咧令到好多救援你嘅人咧甚至受害喎。曾經有段新聞就話咧救你嘅消防會死添啊！呢種誤人誤己嘅行為咧，正係違反咗咧孟子古人所講嘅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嘅教訓。好啦，咁啊做一個總結啦。我希望有首打油詩咧就做一個總結啦。
佢話追風逐浪欠安全啊嘛。哇！你為咗貪刺激去睇一個嘅即係滔天巨浪，其實咧有冇諗過自己安全㗎？害人害己，禍連連啊！你呢種咧就唔止係害咗人，害咗自己喎，仲要害咗救你嘅人，實在係唔值得嘅。應該點做啊？避險遠禍為上策，係咪？明知有危險啦，就應該咧避之則吉啦，危牆不立咧保天年。你能夠咧唔喺一個身處自己置身一個危險嘅地方咧，咁你就可以咧保到一個天年啦。咁亦都得到正命。咁我諗呢個教訓對你今日都好有幫助嘅。如果覺得呢段片能夠幫到你嘅，俾一字我。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古語覺得可以喺而家應用嘅，亦都同我講翻。咁希望咧大家繼續點讚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